談天說地，字字求真，歡迎大家嚟到2026年1月20號嘅玄學活字典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咧一個風水嘅佈局，就係動水啦。咁啊，話說咧早2日咧就有個師兄啦，就影咗一張圖同埋一條片俾我，就問我：喂，你點樣睇呢一個風水佈局啊？就係一個大型嘅動水，咁啊就好似幅圖咁樣，係一個螺旋形咁樣喺度旋。然之後咧，佢就好似一啲梯級咁樣咧，啲水係慢慢流向咧個水嘅中心。咁當時我睇咗之後咧，我就問嗰個師兄啦，我就請問聲咧，你有冇度到嗰個方位？佢話佢冇揸羅庚係手，所以冇度到。咁我就因應師傅就係教嗰個學派啦，咁我就俾咗3個可能性佢嘅。我話嗱，呢類型咁大型嘅風水佈局喺一座建築物旁邊。咁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就會睇啦。咁啊，第一個可能性，當佢當年去考量，就而家係九運啦，準備起好嗰陣時，三元九運入邊嘅九子離火，咁即係咧南方咧就要見陸地，北方咧就要見水，因為北方咧係相對嚟講咧就係弱嘅卦線。咁啊，如果咧喺九運入邊咧，我哋喺北方咧就見到水嘅時候咧，咁就會係動旺翻佢嗰個弱而因動而變旺啦啊！咁所以咧，我就話呢個係大環境嘅佈局，咁我哋就叫做以三元九運天運嘅計算作為去考量。喺九運入邊佢可以 OK 嘅，但係過咗呢10幾年之後咧，到2044年去到一運嘅時候咧，因為一運咧係翻去北方，咁啊有一個咁大型嘅北方動水咧，咁就唔 work 啦。我就話第一個可能性咧，呢一種咁嘅用天運嚟到去計算咧，我哋就因為係大環境嘅大佈局，以正辭角度去決定嗰個環境嗰個方位嘅度數。因為大環境大方向嘅區分咧，我個人就會叫呢一種咧就叫做宏觀風水。咁啊英文咧我就會叫佢做 macro 風水啦嚇，呢個就係我自己創嘅呢一個名。咁啊第二個可能性咧，我就話啦，咁啊因應住呢一個月長，佢自己本身咧，佢有佢自己嘅強弱卦線，咁我哋就叫做咧立氣啊，用佢嗰個旋落去到中心點嗰一點咧，就係嗰個弱卦線嘅去水位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如果佢係一個立氣嚟計咧，咁呢一種咁嘅去水咧，喺個弱卦線嗰度退水，亦都可以退咧嗰個月長唔要嗰種五行嘅氣嘅最弱嗰個位置。咁啊，亦都有個可能性咧，我哋叫喺我哋三元地理入邊咧，我哋有一種嘅佈局咧，叫做一卦順清嘅龍山向水。咁呢個就係退水位用嘅，咁就係必須咧係要現場落盤去決定嗰一個卦線嗰個度數嘅，因為要現場落，而且係一個卦線之間。咁一個卦線咧，以64卦喺一個羅盤入邊咧，係有5.625度。如果我哋再要計埋抽牙換象嘅話咧，咁佢就係低於1度嘅。咁呢一種嘅立氣嘅方式咧，咁呢一種咧就會叫做咧理氣派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會覺得理氣咧就立氣呢一種嘅方法咧，因為佢嘅度數咧係比較微細，而且係一個好細嘅環境，同我喺某一個月長嘅某一定點位嚟嘅。咁呢一種嘅風水嘅佈局咧，我稱之為咧就我個人發明㗎啦嚇，就叫 micro 風水。咁其實風水學咧亦都有宏觀嘅風水，亦都有微觀嘅風水。咁啊，除咗呢2個可能性之外咧，第3個可能性咧，呢一個月長佢所需要嘅五行嘅佈局啦。即係佢嗰個行業上邊嘅嚇講緊，咁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圓形嘅設計啦，咁啊圓形喺風水入邊咧嚟到講咧五行係屬金嘅，咁啊再加上佢個水動嗰個活動嘅情況咧，咁就係金生水旺，咁有一個可能性咧，旁邊嗰個建築物咧就係一個需要金水大旺嘅行業，呢一種咧我哋就叫做以五行去決定嗰個月長嘅需要，而去定嗰個位置去做啲乜嘢嘅佈局。當年我個先師咧就會話呢一種叫做意境風水，咁當然啦，用環境同顏色或者用形狀去令到個月長改變佢嗰個風水嗰個五行咧，咁呢一種咧就喺意境上邊咧去做功夫嘅。好啦，咁咧今日就同大家略講解下咧風水動水佈局入邊嘅一啲可能性。咁啊下一集嘅玄學活字典咧就同大家再會，拜拜。